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HKTWC 嘅風暴速報，我係 Casper， 即刻同大家跟進下南海最新嘅低壓活動情況。天文台喺最新嘅特別天氣提示指出，南海中部嘅廣闊低壓區會喺未來一兩日向西北方向移動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。聽晚至星期四初時，離岸及高地嘅風勢頗大。天文台亦喺天氣隨筆中提及，現時南海北部嘅垂直風切較高，喺海水潛移亦都較低嘅情況底下，預料佢嘅發展機會唔大。由衛星雲圖可見，96W 中心附近淨係得微弱嘅對流爆發，而且未有明顯嘅中心。電腦模型同埋集成預報亦都一致預測佢會維持較低強度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由於現時嘅低壓系統距離副熱帶高壓脊嘅主體較遠，喺低空覆及唔夠嘅情況底下，預料96W 只會發展至熱帶低氣壓，甚至係以更低嘅強度登陸。我哋現時評估天文台就南海嘅低壓系統發出1號戒備信號嘅機會係中等。我哋現階段係唔排除96W 發展成熱帶氣旋嘅可能性。如果佢稍微增強，就有可能為香港嘅離岸同埋高地帶嚟強風。天文台係有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嚟提示公眾嘅。但係無論佢可唔可以發展成熱帶氣旋，香港喺未來幾日天氣都會較為惡劣，有幾陣狂風驟雨，市民出街前就要留意最新嘅天氣情況啦。總括而言，天文台係咪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非常之視乎低壓系統嘅強度變化。我哋會密切關注住西北太平洋最新嘅低壓活動情況，有最新消息再同大家以貼文或者影片嘅方式報導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